议会14号开临时会，新增112年担市总务省10点半出席人数过半，顺利进入议庭。不过，议员赵坤元以监视乌道议员向发声，要求市长甲警察局长主持公道，也无以诬告被人四过侮辱，佮讲伊去分叫大细声。会中黄市长表示，伊只知伊外号乌鸡，无听过乌道议员。局长则建议伊提出告诉。我是毋是有受到反映认证乌道议员？你毋知吗？我无讲你是啊。啊，你敢毋知影这件代志？我是乌道议员。我无听讲啊。啊，你敢知影自己互侮辱？我毋知。有委屈呢。我无讲过你，我嘛无听人讲。警察局长，伫咱这段时间，有人伫咱市区，去咆哮、去分局、大细声、歹大歹势，敢知影迄个人啥？无听伊讲。我呢，一个人打电话来问我讲啊，乌鸡你是安那走来市区来养派出所、养分局、养大养细？局长，是。这免证据吗？啊是我的清白，啊是我的清白会当互担涂甲安尼打，啥物代志卡来就乌鸡，啊啥物代志就是乌鸡做的。我建议移走，你会当提告。面对进前议员区里里甲赵坤元因为调解道路纠纷，区议员詹景生赵议员行为参像乌道议案，双方上法院，结果法院判区里里无罪，所以赵议员才相当无奈，考试家己监视法院认证乌道。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